中油的董事长今仔伫立法院表示，今年应该袂阁了钱。不过，就民众党的立委咧问讲，若万不利两岸若起战事，国内天然气会当冻几工？有民进党的立委嘛，随出声讲，这应该是国家机密，要求爱私下说明。不过，却引起在野立委的抗议。这是主席的职权。 国民党立委地天才不满担任经济委员会调会的区议员影响集循环。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长去决定的，不是你去决定的。主席可以做才是的，这是主席的职权。来，多伟大！这边下晡真紧张，是因为民众党立委张启凯台顶质询中油董事长李顺钦，卖以两岸兵凶战危，国内天然气会当经几工，成为调会的区议员认为答案关系到国家安全机密，请中油当做落台者私底下回答。这个举动引起张启凯甲其他南亚立委的抗议。另外，这起质询焦点也包括去年国营事业中油台电中了钱。 今年敢会当脱离了钱的情形？有没有可能今年会转亏为盈？年底，这个大概打平，大概不会有盈余，顶多只是打平而已。是。比较今年中油有希望将了钱转为拍平，台电了钱犹原是歹办的问题，也互各界有期4月电价全面起。虽然经济部争取1500亿拨补台电，不过主计长朱德平表示，若超顶税收拨补台电1500亿，政府无存的钱真危险。有立委关注，若拨补资金无到位，电价起伏敢会求大？要拨补给台电多少？ 目前确实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定案。你给他报告多少？经费的部分就是要精算。立委呼吁，电价起绝对袂当达到平常用地330度以下，才袂引起物价动侪起。电价最后确定会起伏，由原爱由电价委员会来决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